镜头所等的台湾要来讲，警察是真歹做。新北市的三重埔有民众检举厝边占用人行道，警察到场开单，对方唔但无要签，阁要告警察侵入民体。另外，这个台北市有男子去用零检，不满员警伸手来测伊的心跳，讲要告警察性骚扰。 监视器画面内，警员接到民众的检举，来到一间收车厂，发现业者开始将废弃物盆栽拢放伫门口，要求厝主落来，照规定要开单，想袂到对方感觉这是恶意的检举。你也无要点啊？啊，毋是啊，迄你的物件本来袂当摆出来啊，无要点你嘛袂当摆出来外口啊。啊，伊就讲你要签无，啊伊就直接嘛无甲我提证件，直接就开单啦。我讲我拒签。那是拒绝签，甚至也阁要告伊侵入主体。对呀，因为开我黄单，我不高兴了。 哦，我才是这样，要采取检举他啦。营业场所非属住宅而且也不算无故侵入应该未有那个违法事项。证件来看一下。警方伫台北，警员看这个男子表情真紧张，临检伸手出来，就是这个测心跳的动作，随后被检举人控告性骚扰。伸手碰触该名男子的左胸。 那并未做上下大幅度的移动，那1秒后即离开。那检察官勘验相关证据后，认为同仁没有犯意所以做出不起诉的处分。原来去年8月，干线警员当咧执勤路检纠察勤务，警方澄清通常袂伸手测心跳，会搁再加强教育，即会当讲警察伫处地的时阵一定爱小心谨慎，因为有时阵真正会拄到民众故意找麻烦。